花果山台南分院结合社会甲新灵环保的理念，17号下午伫个9分讲分市的牛场底举办亲子家庭日的活动，邀请到分家南的信众，甲9分社区的民众共同参与，包括市府民政局长江林煌、9分高中小的校长康进元、地政局长，甲胜利电台董事长拢到场，场面盛大。谢谢我们花鼓山今天特别举办心灵日的家庭活动，这个一股善的力量，尤其目前这个社会还有经济方面的这个纷乱，有我们宗教活动、宗教信仰之后呢，我相信大家对心灵这一块的净化，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说，这个部分要如何的心灵的净化，就是善的力量，任何事情就当作正面来考量。就是善的力量。会中并且由方丈和尚、国会法师来开示，宣讲心灵环保的重要性，并带领信众来宣誓。5月份又是感恩的季节，也就是母亲节这个全世界大部分也都是在5月份举办这个浴佛节跟母亲节。那我们要学习母亲的大爱，我们祝福全世界所有的母亲都能够健康、美丽，还有什么平安、吉祥。那我们共同发挥母亲的大爱，来爱护我们人类共同的母亲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地球所以呢，花果山积极提倡4种环保心灵环保，那就让我们能够少烦少恼，能够平安喜乐自在。祝福所有的母亲，祝福所有的母亲平安自在、美丽又健康。祝福我们的人间，祝福我们的人间，处处净土，处处净土，展现本来面目，展现本来面目。这场结合禅修的心法，甲5路教育结合的心灵环保家庭日的活动，现场还佫设入10多项的闯关游戏，有幸福甜甜圈、环保手机的植物篮、缠绕热气球，甲极尽关心的创作等。会中方丈和尚还佫带领嘉宾信众做伙来洗佛，望伫个庆祝温馨感恩的佛诞，嘛来感谢地球土地这片母亲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